早晨，老豆。坐。Tommy，你係叻仔嚟，但係你衰在懶唔肯捱。我亦都知道你以前喺電視台做助導，但係捱唔住，出嚟做保險。但係你依家應該知道，要做一個成功嘅保險人，更加要肯捱同埋肯搏。係嘅。仲有，我成日同你哋講，我哋出嚟征戰嘅，唔至於點解成日甩晒線嘅啊？我除咗。中唔中意件衫？中意，不過太貴，我傻嘅你！你係我個仔嚟噶嘛？我個個仔都着過件戰衣，東征西討，大家係自己人。我送俾你，着住佢。多謝老豆。我好高興你打開菲律賓佬嘅事，嗰兩份保單好快批落嚟，希望下個月唔使再聽歌啦。放心啦，老豆。情報話 Tommy 訂咗架靚跑車，以佢暫時嘅經濟能力，應該未揸得起嘅。佢主要賣保險嘅對象都係一啲成熟嘅專業女性，佢似乎相當之成功。我哋仲發現佢有利用性關係嚟推銷保險嘅可能。